佢哋放低高傲嘅姿態，學習我哋嘅千年文明，舟車勞頓，水土不服，再苦再累，佢哋都從不抱怨嘅，最終將學成嘅功夫帶翻自己嘅國家發揚光大。大家好，好多人話詠春嘅手法喺實戰裏面用唔出，詠春係南拳嘅一種，所以佢喺實戰裏面講求身形步伐最為先，用唔出可能係因為冇用到正確嘅步伐。今日我哋嚟講講詠春拳嘅轉馬。轉馬係詠春尋橋裏邊嘅內容，佢嘅動作要領係以腳踭為軸，腰胯統領全身轉嘅，睇似好簡單嘅招式，通過轉馬使出嚟先至有靈魂。球體受到外力嘅時候呢，只會不停咁滾動而唔會跌，因為佢與地面永遠只有一個接觸點。武學嘅高手通過轉移重心改變力嘅方向，令重心喺兩腳之間流動，穩定而且靈活。詠春拳轉馬嘅目的呢，就係實現呢種重心轉移啦。除咗步伐靈活之外呢，現代搏擊經常都會用到火閃嘅，同樣係利用身體合理嘅重心轉移。好多人會話，點解擂台上邊唔見你詠春有幾犀利啊？唔見你轉馬咁叻啊？係啊，有啲人對傳統武術一無所知，僅因為近年出現嘅傳武被打假嘅事件而憤憤不平，覺得自己被呃咗幾十年，內心感到好厭惡同埋憤恨。如果傳武全部都係垃圾，近幾十年點解會有咁多外國人漂洋過海嚟中國學藝呢？佢哋放低高傲嘅姿態，學習我哋嘅千年文明，舟車勞頓，水土不服，再苦再累，佢哋都從不抱怨嘅，最終將學成嘅功夫帶翻自己嘅國家發揚光大。當我哋仲喺度質疑功夫可唔可以上擂台嘅時候，好多鬼佬將功夫進行咗實踐同更新，規則裏邊可以用嘅呢，佢哋攞上擂台；規則唔可以用嘅呢，佢哋會沿用到軍隊、安防系統、體能訓練各個細分領域。當我哋仲盯住個別武術業餘愛好者喺擂台上嘅輸贏嘅時候，其實我哋輸咗嘅已經唔止係功夫，仲有對民族嘅自信同埋對文化嘅包容。今日唔講咁多先，啱啱講到重心轉移，實現嘅係卸力同防守。其實呢，瞬間嘅重心轉移都會產生巨大嘅離心力，呢樣嘢成為咗進攻主要嘅動力資源啊！詠春轉馬借助嘅體重，令到直拳劈踭有極大嘅殺傷力，而且實現咗消打同時嘅實戰目的。拳擊嘅勾拳、擺拳一樣係通過調動重心轉移，令到拳擊手打出超出體重嘅力量。李小龍曾經講過，人只有兩手兩腳，所以人類格鬥表現到最後應該都係雙強。如果冇走偏，中西武術嘅發展最尾都會走向大局。希望我哋見到呢一日啦。